被遺棄、最貧賤嘅人，你願唔願意去愛呢？德蘭修女用一雙手去愛佢哋。你一生愛過幾多個人呢？羅蘭一生只愛一個人。讓我哋一齊感受愛嘅力量。喺梵蒂岡周圍都可以感受到愛。嚟呢度嘅人有唔同國籍、唔同年紀，但係通常我哋都會有同一樣嘅禱告，就係祈求身邊所愛嘅人健康平安。亦有好多人千里迢迢咁陪同有病嘅屋企人嚟到輪候教宗嘅接見，希望教宗嘅祝福可以將佢哋嘅親人醫返好。我哋可以不問回報咁去愛我哋嘅親人，但係要無條件咁去照顧、去愛一個陌生人呢，就唔係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得到嘅。但係一位我最敬重嘅人，佢就做得到。佢就係已故嘅德蘭修女。今次我嚟到意大利嘅羅馬，好高興有機會去到德蘭修女一手創辦嘅仁愛之家探訪。呢度嘅修女，佢哋都會遵從德蘭修女嘅訓示，過住刻苦嘅生活，以一雙手去照顧有需要嘅人。如果你話你做修女要做德蘭修女嗰一個會嘅修女呢，係非常之辛苦㗎。原來呢，佢哋有好多嘢都唔可以亂食嘅，好似係有色嘅汽水都唔飲嘅，同埋佢哋呢幾凍呢都唔係着鞋嘅，都係着對拖鞋嘅，係非常之刻苦嘅。德蘭修女用自己嘅一生去實踐無私嘅愛。佢一個人喺印度嘅加爾各答創辦咗仁愛之家，專係照顧一班連醫院同屋企都唔收容嘅麻風病人。德蘭修女嘅仁愛之家遍佈世界各地。我喺香港嘅深水埗仁愛之家度做過義工，所以好幸運咁見過德蘭修女2次。有一日呢，阿羅修女就打電話俾我，佢問我：你聽日得唔得閒啊？咁我以為佢叫我去做義工啫，原來佢話媽打嚟啊咁。哇，媽打即係德蘭修女咁。佢話係啊，佢會嚟啊，佢去第二度開會，經過香港。哇，咁我話好啊，我聽日就要嚟啦咁。咁結果呢，嗰一日係禮拜主日，咁我就去到仁愛之家嗰度。咁結果咧，修女咧就喺機場嚟到啦。咁我話點解我哋唔去接佢啊？咁佢話修女唔中意咁多人去接㗎，佢好低調㗎咁結果咧，我喺嗰次就見到德蘭修女，咁我仲同佢影咗相添。咁又估唔到，隔咗1年之後，修女又嚟，咁我又再見佢。不過咧，我自己蠢啊！嗰次我唔記得帶啲相去俾媽達簽名啊！咁所以咧，媽達係一個好難見得到嘅人，好似教宗咁樣。咁結果我都見到佢2次。喺羅馬嘅仁愛之家，每日中午同黃昏都會為流浪漢提供免費嘅膳食，修女都會將最好嘅食物留俾呢一班有需要嘅人。每個城市總有被遺棄嘅一群，呢一班流浪漢大部分都係冇職業、
或者係有病，佢哋滿身酒氣，喺羅馬已經係冇容身之所。但係呢一班修女都會好耐心，用雙手侍奉同埋關懷佢哋。正如我哋會祖德蘭修女講過，我哋做得仁愛之家嘅修女，就要以聖母瑪利亞為榜樣，亦即係話要以最大嘅愛心去為社會上面最貧窮、最無助嘅人去做最卑微嘅工作。希望以我哋嘅愛同埋關懷，去令到呢班人得到溫暖，能夠重新振作，喺社會上邊可以做翻一個真正有用嘅人。年青時候嘅羅蘭，亦曾經因為向往信仰帶俾佢嘅平靜同喜樂，而諗過做修女。可能咧，當時屋企環境又唔好啦，咁啊，屋企人咧就成日都為咗錢嗌交啦。哇！我一聽到啲嗌交聲，我覺得好煩好煩。咁我就心話：唉，不如我做修女啊！啲修女咁開心，見到神父又係，啲神父又好開心嘅。咁結果咧，我就問一位神父，咁我話神父話：不如我做修女，可唔可以啊？咁啊，神父就話：即係要問屋企狀況啦。咁佢話：你姐姐結咗婚，咁而家你就同爸爸媽媽一齊，咁你又需要照顧佢哋個噃。咁諗下先啦，慢慢諗下先啦。點知原來咧諗得幾諗，喺嗰陣時咧有個規矩嘅，超過25歲就唔可以入修院嘅。咁啊諗得幾諗都過咗25歲啦，唔使做啦。羅蘭嘅人生有2/3嘅路都係跟從信念而走，但喺路上真正同羅蘭相依一生嘅，其實係佢媽媽。咁我記得咧喺打仗嘅時候，日本仔打香港3年08個月，香港係真係食糧好缺乏，隨街都餓死人。咁而我媽媽咧，佢真係好偉大。有啲人話：哎呀，楞住個女陀手楞腳，不如唔好愛啦，俾人哋啦咁。咁我媽媽話唔係，如果要餓死嘅，就一齊餓死啦。咁結果我媽媽咧就攞啲好大張嘅床單，佢就裁咗佢咧，就做啲男裝嘅唐裝，染黑咗佢，就拎去惠州去賣咗之後咧，就係帶幾斤米翻嚟香港俾我哋食。咁你話幾咁偉大？因為當時去惠州嘅人咧係好危險噶，如果俾日本仔見到咧，佢係會開槍殺你噶。咁就每一次咧就係8日，咁我媽媽去咗2次。第一次媽媽去完8日翻嚟嗰陣咧，一開門我幾乎唔認得佢，因為曬到咧就成個人黑晒，隻腳就腫晒，因為係行路嘅。我哋而家由尖沙咀行去油麻地啊，都嗌攰啦，何況你話行8日8夜，仲係有危險性，為咩咧？佢就為咗啲仔女，咁所以佢真係好偉大。所以我一諗起呢啲咧，就真係媽媽幾乎話要我條命，我都會俾佢嘅。咁所以我同媽媽嘅感情係特別深厚啦。羅蘭嘅爸爸喺42年前過身，而佢家姐好早已經出嫁，所以呢幾十年嚟就只有媽媽同佢2個人相依為命，有咩心事都會同媽媽講。媽媽唔單止係羅蘭嘅親人，亦係佢最知心嘅朋友。但無論你有幾愛一個人，始終有一日佢都要離開。1994年嗰陣時，媽媽真係開始好弱好弱。咁同埋佢咧，因為食唔到咩咧，就好瘦。咁我都唔好意思再嗌啦。咁啊，結果媽媽喺94年嘅5月15號耶穌升天嗰晚黑咧，佢就過世。不過都好多謝天主，因為佢嗰陣時享壽咧係98歲。
咁就當然係唔捨得啦，因為往日呢去聖堂就同媽媽一齊，但係冇媽媽喺度嘅時候呢，我去聖堂最難過嘅就係去完之後自己一個人行返屋企，因為嗰種感受呢真係好難過，好難過。咁原來呢，有啲人就話：哎呀，我哋陪媽媽啊嘛，我哋又幫佢啊嘛，我哋陪伴住佢，照顧佢啊嘛。原來唔係㗎，原來根本呢就係媽媽、爸爸、父母係陪住我哋，唔係我哋去陪佢。所以當你冇咗之後呢，你就會感覺到。今次係羅蘭第3次嚟梵蒂岡，而佢終於有機會喺呢度嘅聖堂為媽媽奉獻一台彌撒。我知道佢係會同我一齊嘅。呢度係位於梵蒂岡之內嘅聖雅納教堂。喺呢度，教徒可以預約時間舉行彌撒，好似結婚、嬰兒出生，教徒都會喺度做彌撒，去祝福自己最愛嘅人。聖雅納係聖母瑪利亞嘅媽媽，所以呢間教堂亦象徵住母親嘅愛。而今日，羅蘭將會喺度為佢至愛嘅媽媽舉行一台彌撒。我媽媽同我一樣係天主教徒，梵蒂岡係我哋嘅聖地。佢生前嚟唔到呢度朝聖，今日我有機會為佢喺度做彌撒，對佢嚟講係一種光榮。我向天主禱告，希望媽媽可以喺天堂上安息。我更加希望將來喺天堂可以同佢再見面。自從媽媽離開之後，我開始到世界各地朝聖。無論我去到邊度，我都覺得媽媽係同我喺一齊。我總係帶住佢張相喺我身邊。點解我會帶埋我媽媽張相呢？咁係因為我媽媽好中意去旅行嘅。咁但係又可惜，到收尾呢，我知道有朝聖嘅時候呢，但媽媽身體已經好弱。係去唔到歐洲呢邊嘅，咁所以我希望佢在天之靈知道啦。咁所以我每一次朝聖，每一次去歐洲或者去遠嘅地方，我都會帶埋媽媽張相。我知道佢係會同我一齊嘅。羅蘭用佢一生去愛一個人，而有人就會選擇奉獻佢嘅生命及人生去愛所有嘅人。呢一間係位於羅馬市郊嘅母幼修道院，呢度有接近100位修女住喺度。佢哋同樣立志要為服務世人而放棄過自己嘅生活，選擇做修女係一個一生嘅決定。教會會俾10年嘅時間，俾一班想決志嘅少女去考慮清楚。如果期間有所猶豫，可以隨時離開，但當佢哋決定做修女，就要發誓，終身謹守3個規條，就係神貧、聽命同埋貞潔。唔單止唔結婚，呢個係外表嘅，係實際上行動，仲有心，你點樣處理你嘅心啊？好似一個結咗婚嘅人咧，心有所屬，咁你就歸你嘅丈夫嚇。咁我哋咧就係即係願意將自己嘅感情完全以天主為主，歸於佢啦，以佢為主，然後由佢嗰度咧嚟愛所有嘅人嚇。高夏芳修女係香港人，佢喺呢間修道院已經住咗接近30年。佢哋教會嘅使命係培育年青人。高修女係一位博士，經佢培育出嚟嘅年青人遍佈世界各地。喺修道院，每個人都有自己嘅使命，有人肩負教育下一代嘅責任，有人默默耕耘，為其他人服務。負責廚房嘅呢位修女呢，就叫拉士亞，佢嚟自巴西，因為佢煮嘢食叻，所以就由佢打理廚房嘅工作。咁仲快脆。平時咧我自己就淨係煮俾自己食，
嗱，今日呢度咧成100個修女喎，哇！唔知道我陣間搞成點啊？唔知會唔會越幫越忙啊？試下啦，哇！好靚，番茄嚇。每日佢都要負責呢度100幾位修女一日嘅3餐。我曾經好想做修女啊，今次嚟到呢度總算可以體驗下佢哋簡單而樸素嘅生活啦。修女每日早午晚都要分擔修道院所有嘅清潔工作，心願還心願啊！但係如果要我真係做修女，我諗我做唔到啊！如果好似我咁樣，我得唔得呢？我諗我有樣嘢唔得，一做神職人員啦，修女神父度貞潔、神貧、聽命，我諗我咁調皮嘅呢，我諗我未必會做到聽命，因為我都係幾中意駁嘴啊！有啲人唔得，做咩要聽話？即係唔啱，我可能會咁啦。咁所以我諗一定我係做唔到㗎。喺呢度住咗好多年老嘅修女，當佢哋決志要奉獻一生去愛世上每一個人嘅時候，佢哋絕對唔會介意自己做嘅工作有幾咁偉大或者幾渺小。喺呢度我就遇到一位叫阿 Ann 嘅修女，今年佢已經係74歲啦。喺呢50年嚟，佢都係負責為其他修女縫製制服。雖然每日都重複住同一樣嘅工作，但係每一針每一線仍然係好專注咁投入去做，仿佛喺每一針每一線裏邊都帶住佢對別人嘅愛與關懷嘅。其實如果你相信人間有愛，愛就會喺你身邊出現。喺呢一日，我又遇到另一位年老嘅修女，佢見到我就好熱情，主動咁同我打招呼。雖然大家言語不通，但係一見如故噃。原來我哋2個嘅姓名都係一樣，叫 Helena。佢今年77歲啦。佢聽日就要離開呢個意大利，就去到都靈。咁唔知得同佢咁有緣分，咁佢就送一個禮物俾我。好靚個玫瑰花，玫瑰係代表愛。Thank you. Thank you too. 雖然我哋只係萍水相逢，但係佢對我呢個陌生人毫無保留咁去關愛，令到我好感動。喺拍攝完畢，我要離開啦，佢就一直依依不捨咁送我出去。我何嘗唔係一樣唔捨得嘅啦是嘢。I will remember you. Il cuore, il mio cuore. Yeah. Facciamo così. Io. Yeah. 即係心連心。Salutarci. Goodby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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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iao. Ciao. Grazie. Ciao. 2個萍水相逢嘅人就此一別，佢哋都知道永遠唔會再相見。呢一刻，羅蘭百感交集。佢自己一個人孤單咁行翻入去嘅時候，咁我又諗起我自己，我都係孤單單咁一個人咁行，咁啊個心就唔係咁舒服。人生本來就係一個人嚟，一個人走。其實只要喺人生路上曾經感受過愛，人生已經係無憾。
有冇夢想？喺中國有一個雜技之鄉吳橋，一班學雜技嘅小朋友以汗水同淚水追尋自己嘅夢想。林嘉欣夢想係成為一個歌手，喺外國出世，一個中文字都唔識。12年前隻身到台灣發展，就係要好大嘅意志力咯，好大嘅即係要好堅持落去咯。要夢想成真，談何容易？雜技學校嘅小朋友由4歲開始接受訓練，就算痛到喊都要堅持。好唔忍心我覺得，但係冇辦法。林嘉欣1連5晚夢想之旅，向中國吳橋出發，同一班小朋友一齊去追尋雜技孩子夢。